作為喺香港長大、習慣高效率、高標準生活嘅香港人，啱啱嚟到西班牙嘅時候，真係冇辦法接受當地嘅嗰種慢。香港人做嘢快手，講求效率，追求完美，但呢度就個個都好從容不迫，明明係可以做得更快更好，但偏偏就選擇做到就得啦。呢種文化衝擊真係曾經令到我好焦慮同埋唔適應。但係喺呢度工作咗一排之後，而家我發現自己對於西班牙式慢活嘅理解，已經由初初嘅批判，慢慢變成某種嘅認同同埋反思。西班牙人唔係真係懶，佢哋只係將精力擺喺佢哋認為重要嘅事上面。對佢哋嚟講，享受過程，活在當下先係最緊要。佢哋唔會為咗效率而犧牲生活嘅品質。呢種生活態度最明顯嘅體現，亦都係我最欣賞嘅地方，就係佢哋對於個人界線同埋空間嘅極度尊重。即係話放工之後，手機基本上係唔會覆任何 message。Weekend 更加係神聖不可侵犯嘅私人時間同埋 family time。即使有緊急嘅事，佢哋都係會等到正常返工時間先至會再處理。佢哋唔會強迫任何人做任何嘢，但同時都唔會令自己嘅時間同埋空間被過度索取。當然呢一種文化係有明顯嘅缺點嘅，好多時好多嘢做到合格就停手，過程嘅效率同埋最終嘅質素往往都唔係最主要嘅考量。但正正就係因為要有呢一種唔完美，佢哋先至可以換來佢哋自己真正嘅休息同埋心理空間。當然唔係話要完全放棄香港嘅拼搏精神，效率同質素對我嚟講依然係非常重要，尤其是喺呢個競爭咁激烈嘅社會環境入邊。但我的確喺西班牙人身上借鑒到嗰種唔強求嘅態度，能夠察覺、感受同埋真正體驗到呢一種文化差異同埋智慧，其實真係好寶貴。